係立法會選舉九龍西1號候選人關偉希。偉希過往一直深耕社區10年，亦都係油尖旺嘅區議員。我喺九龍西區居住服務，亦都喺度聆聽好多市民嘅心聲，跟進唔同嘅大小事項。我係2號候選人劉愛詩，係一間慈善機構嘅 CEO， 一位雙職嘅媽媽，亦都係一位嘅政治素人。我出生喺基層，明白基層家庭遇到嘅問題同埋困難。我係九龍西3號候選人，競選連任嘅梁文廣。文廣喺九龍西出世、成長、扎根社區服務前線超過15年。我過去喺立法會裏邊提出接近70項口頭、書面同埋補充質詢，亦都有2項嘅議員議案。我係經民聯九龍西地區直選4號候選人龐朝輝醫生。我係一名眼科嘅專科醫生，行醫已經20幾年啦。憑住我17年喺地區嘅工作經驗，加上自身嘅專業領域，希望可以帶到俾九龍西新嘅視野、新嘅氣象。我係5號民建聯嘅候選人鄭泳舜。首先喺度衷心感謝咁多位過去對阿信嘅支持。我哋承諾一定會繼續全力以赴為大家爭取最多。九龍西咧，其實受住大灣區嘅一啲機遇啊、人流嘅影響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我哋市面上係好多商業已經係興旺咗，所以我係倡議政府咧要善於把握呢個旅遊經濟方面嘅帶嚟嘅好處啦。喺灣區居住、養老、接受教育，其實市民一定會緊扣住係醫療。我認為其實應該打造一個大灣區華人醫學數據庫。我認為香港喺大灣區嘅定位係要做到超級雙向樞紐，要發揮引進來走出去嘅優勢。一個新式嘅公私營合作計劃，甚至聘請一啲香港嘅醫護人員北上協助管理策劃，對公營嘅輪候壓力大大降低之餘成本亦都可以降低。全運會嘅舉行期間大家都會覺得全運會係一個好好嘅平台機會係讓到我哋唔同9+2嘅城市嘅人民互相交流。啱啱奧委會嘅代表亦都嚟到香港話我哋香港係絕對有條件係搞得大啲嘅唔同嘅盛事。我自己覺得康健中心係喺嗰個全方位嘅支援特別係精神健康，以至到最近我哋爭取咗嘅輔導學嘅支援係有幫助嘅。咁啊，除咗而家幾區嘅推行之外都希望係可以盡快係推展到18區啦。咁而家嘅香港精神科嘅醫生只係得400多名啦，咁加上有其他訓練嘅全科醫生都係寥寥可數，咁啊個案等候長啦，診治時間亦都係比較短啊，咁所以透過公私營合作我覺得係可以加強嘅服務嘅。我會推動喺九龍西嘅康健中心設立精神健康支援服務，配備精神科護士同埋註冊社工，為居民提供免費嘅初步精神健康評估。要將輔導服務帶入社區，逐步去推廣我哋嘅精神健康，尋找更多精神健康嘅守門人。偉希認為要提升家長教育嘅地位，促進家校合作、家庭、社區、學校3方一齊去努力去緩解一啲特別係一啲青少年嘅情緒啊、精神健康方面嘅問題。我喺度想問下4號候選人龐朝輝醫生，你係一個專科嘅醫生，你覺得喺我哋九龍西公立醫院嘅輪候時間咁長，你可以點樣縮短我哋嘅排隊嘅狀況呢？咁我哋首先就要增加人手，我哋點樣可以係增加個醫療嘅培訓，加強個基層醫療個涵蓋率好緊要啦。點樣可以將一啲嘅個案比較穩定啲嘅可以家庭專科嘅轉介啦。我想問下2號劉愛詩嘅嗱，咁你究竟你自己都曾經參與好多過渡性房屋項目啦，可唔可以都講下俾我哋聽？你究竟覺得點樣係可以善用呢啲嘅資源呢？過渡性房屋退場嘅時間我哋都會重用佢哋嘅組合屋嘅。而我哋如果做啲有規劃，可以受惠於我哋嘅九龍西嘅居民我哋可以重用嗰啲箱做一啲婦女嘅互助中心、健康管理中心，去提升整個嘅價值。去推出短期嘅牌照，俾年青人可以發展文創特色食品等等，亦都可以結合表演、遊戲同埋科技打卡，創造主題夜市。我亦都想問下1號嘅關偉希，你都提到持牌嘅小販區要發展串聯，你有乜嘢其他嘅建議呢？多謝大家。我都想問下關偉希嘅嗱，九龍西區就有好多嘅舊樓林立啦，超過樓年50年亦都好多。你點樣睇呢？有咩方法係可以幫佢處理呢？我自己過去就覺得係一啲唔同嘅資助係對佢有幫助嘅，你又贊唔贊成呢？咁多謝3號同5號嘅提問其實就住商販經濟我認為應該平衡好傳承特色街道以及係妥善街道管理之間嘅關係啦，拆牆鬆綁引入更加多主題性嘅一啲商品去售賣，令到整條街興旺。
大家記住12月7號踴躍投票，多謝大家嘅參與。